我們希望跟居民充分的交流意見，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和痛点。男厕所有什么意思？我跟这蹲着，又没挡板，又没有台，端着盆就旁边就让过了。有的说这个院儿大胖子比较多，然后蹲不下去，你能不能把我这个侧位稍微增宽点？还有说我上厕所容易便秘，你这个坑浅容易溅屁股，能不能给我换个什么便器？种种的需求我们都需要综合过来。在多次调研后，梁冀发现人们更深层次的需求是如厕时的尊严。北京胡同厕所改造，由于历史原因，原来的空间没法改变，还要增加设备设施，提高如厕体验，因此是个非常烧脑的过程。我们的侧间门为了保证轮椅可以进入，我们的净空不低于85公分。对于坐便侧位来说，为了保证如厕者的基本回转空间，因此我们规定坐便器到前面的墙之间的距離最少也不低于60公分，因此我们的侧门必須外開。同時還有這種無障礙的坐便間，那為了保證這個輪椅在裡面可以正常的回轉，它的回轉空間最少不低於150公分。無障礙扶手橫桿的高度距離坐便圈的頂端25公分。豎桿距離便器的前端25公分到30公分。我們還在扶手下方安設了這個緊急護尿按鈕，高度距地面大概在40公分左右。即使出了緊急狀況，哪怕是使用者倒地，也可以夠到這個呼叫器。對於我們的蹲便間來說，很多胡同廁所之前是沒有這種隔間的。現在為了改善如廁體驗，我們增加了隔板和側門。實在沒有地方的話，我們增加了這種半隔板，至少能保證最基本的如廁尊嚴。小便器的寬度我們也是盡量的給它拉大，兩個小便器之間的距離要不低於80公分。